2月23日，台湾国际蓝展3月4号盛大开幕。今年总共5万丛的兰花造景，搭配现代科技的光影等变化，相当美丽壮观。5大展览当中的主题馆，都来展现多样化的兰花品种，并且第一摆大手笔甲恐龙测定单位合作，引进4只1000万年前高达12米的恐龙模型，要来带游客认识兰花起源。同时，今年嘛是第一摆由农委会甲市府合办，其中委托伫农粮署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甲这些贵宾陪同。邀请大家3月4号到3月19号来后边看闹热。农委会有布置了这个兰展的吉祥物，叫做这个 Orchid Soar， 就是兰花跟恐龙结合在一起的兰花恐龙。那今年的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制作了，因为兰展的展期有横跨白色情人节，也制作了这个应景的白色情人节的花卉一方面花本身是白色的，另外一方面上面有这个印上这个心形爱心，所以说也很适合在白色情人节里面有情人互送作为礼物。迎接台南400档，今年台湾国际兰展嘛第一摆呈现台南400难得有心人的限定兰花，配合3月14号白色情人节。现场有艺人许伟莹送予市长黄伟贴，然后提前呢送上这个难得有心人，然后祝市长白色情人节快乐。这次的掌声鼓励好不好？1月19档的台湾国际兰展，主要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，每一档吸引10几万人参观，嘛创着真水的外销成绩。其他今年再创新高，嘛让世界看见台南伫农业甲兰花先机顶面的实力。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